Hello，Merry Christmas！聖誕節又嚟啦！喺呢一個咁普天同慶嘅日子，世界各地都有住唔同嘅慶祝活動。喺歐洲咁啊，好多人都會送呢一支拐杖糖做聖誕禮物，而呢一支拐杖糖咧就特登整到好似英文字母 J 字咁，就同耶穌個英文名 Jesus 個 J 字一模一樣，所以送拐杖糖就有紀念耶穌嘅意思㗎。而喺節刻啊，一眾未婚嘅淑女都有掉鞋嘅習慣。佢哋會將鞋掉過膊頭，如果鞋尖對住門口嘅話，就代表佢哋下個聖誕節之前就會嫁得出㗎啦。聖誕節就梗係多佈置㗎啦。如果大家無啦啦見到有棵草掛喺天花板嘅話咧，就要小心啦。呢一棵咧叫做酷寄生。按照歐美國家嘅傳統啊，如果兩個人企喺呢一棵嘢下面，就要嚟一個深情擁吻，賀一賀聖誕佳節㗎啦。以上嘅資訊由美麗華旅遊為你提供。北京5天豪華團帶你暢遊中國著名建築紫禁城，喺天安門廣場聽住國歌睇升旗禮夠晒特色，暢遊奧運會開幕主場館、鳥巢同水立方，感受我國嘅宏偉建築，每位只需899蚊起。吃喝玩樂樣樣精彩，日本大阪5天團暢遊大阪環球影城，體驗極速嘅流星過山車，坐蒼峨野小火車欣賞美景。喺心齋橋嘅購物區盡情 shopping， 中意浸溫泉嘅話，可以喺和歌山享受溫泉樂。全團費用只需9599蚊起。想趁聖誕節同農曆新年放翻個長假去旅行，南非8天全鮑魚宴頂級豪華團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走入野生動物保護區，追蹤非洲5大動物，再去埋鴕鳥園、企鵝灘，觀賞自然生態。品嘗原隻南非鮑魚同龍蝦海鮮餐，全程入住5星級豪華酒店，每位只需14299蚊起。哥斯達郵輪呈現 Costa Concordia 協和號，帶你玩轉意大利、法國以及西班牙3大國家，暢遊羅馬鬥獸場、巴塞隆納大教堂等等嘅世界級旅遊景點，必定帶俾你一個精彩假期，每位只需12999蚊起。日本航空冬日限定，農曆新年北海道札幌探溫泉同滑雪，5日4夜套票包酒店住宿，每位只需7990蚊起。若果要了解更多旅行團、機票、酒店、自由行詳情同報名，可以打旅行團報名熱線82002299，自由行熱線39600333，又或者去到我哋各大分行查詢。